Hello，大家好，我係 Michael，歡迎嚟到我哋全新一集嘅醫療專題系列。周大福人壽一直致力成為大家人生旅程上嘅堅實嘅後盾，開創保險新價值。咁今日咧，我哋嚟到位於港島嘅南區，醫療設備非常頂尖嘅港怡醫院。我哋要同大家探討下嘅課題咧，係一個香港人都聞之識別嘅隱形殺手——肝癌。為咗令大家更具體了解面對重疾時嘅真實情況，同埋點樣善用專業嘅醫療支援，我哋今日咧特別邀請咗阿健，透過模擬個案帶大家見證由確診、尋求專業意見，去到接受最新無創治療嘅整個歷程。各位，呢位就係我哋嘅 AI 模擬個案阿健，佢代表住香港好多營營役役嘅打工仔，平時工作忙碌啦，少做運動。我哋聽下阿健當初發現患病嘅彷徨，同埋佢點樣揾到出路。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自己身體冇咩大礙，最多只係成日覺得攰，因為肝臟本身唔會痛，我亦都冇特別理會。直到有一次做全面身體檢查，報告話我右上腹出現陰影，之後確診係肝癌。嗰一刻，我個腦真係一片空白，又驚訝又彷徨，好怕要做大型手術，完全唔知道下一步可以點樣走。喺我最無助嘅時候，我即刻致電周大福人壽嘅上日醫療24小時熱線，電話另一邊係由專業護士團隊接聽，先細心聆聽我嘅情況，再安撫我嘅情緒，並即時為我提供清晰實用嘅醫療指引。因為我對傳統需要開刀嘅治療方式真係好有顧慮，上日醫療就為我安排第二醫療意見服務，由港怡醫院教授級嘅專科醫生團隊全面審視我嘅醫療報告，分析唔同治療方案嘅可行性。經過專業而仔細嘅評估之後，醫生團隊確認我可以考慮嶄新無創嘅 histotripsy 作為治療選項。之後，上日醫療團隊亦主動建議我使用治療前嘅預先批核申請 pre-authorization， 並協助我了解相關安排，同時聯繫港怡醫院為我跟進之後嘅治療流程。由最初面對診斷時嘅不安同彷徨，到一步一步揾到適合自己嘅治療方向，有專業團隊一路喺身邊支援，嗰份安心對我嚟講真係好重要。阿健嘅經歷咧，相信好多人咧都身同感受。肝臟咧係一個沉默嘅器官，早期嘅肝癌大多數咧都係冇病徵嘅。咁發現時咧，往往已經係中後期。事實上咧，肝癌係本港常見癌症嘅第5位，致命率咧更加排第3。咁所以定期嘅檢查真係好重要嘅。面對確診同埋要做大手術嘅恐懼，呢個時候最需要嘅就係一個可靠醫療嘅後盾。好似阿健咁啦，有我哋專業嘅團隊全程跟進同埋支援，順利幫佢揾到一個適合嘅出路。就係港怡醫院最新引入嘅無創肝癌治療。呢項醫療科技到底有咩特別之處呢？我哋即刻交俾港怡嘅代表，帶大家去了解呢個新嘅技術。多謝 Michael， 我哋明白好似阿健呢類患上肝癌嘅病人，面對傳統手術嘅時候會有好多顧慮。而我身邊呢部本院引入嘅無創肝癌治療儀器組織碎塊 histotripsy 係一項嶄新嘅無創癌症治療系統，正正可以解答阿健嘅擔憂。大家可以將呢項技術想像為一把隱形嘅手術刀，呢個係一種創新、完全無創嘅治療方案。傳統手術要開刀或者用高溫熱力去消融癌細胞，但組織碎塊技術係利用極度精準嘅聚焦超聲波，直接瞄準並破壞肝腫瘤。目前組織碎塊技術 histotripsy 主要應用喺癌症治療。呢項技術最近喺胰臟癌嘅臨床研究亦有重大突破。我哋港怡醫院已經成功完成咗首2宗胰臟癌治療案例，當中更包括亞洲首宗同步處理胰臟同埋肝臟腫瘤嘅臨床試驗。治療前，病人需要提供詳細嘅醫療報告，並接受影像同血液檢查，等專科醫生評估佢適唔適合接受呢項治療。喺正式治療嗰日，病人會接受全身麻醉，喺無痛狀態下進行。為咗令聲波精準傳導，我哋會將一個柔軟有彈性嘅薄膜放置喺病人嘅腹部上面，再喺上面放置一個注滿特殊處理水嘅水缸。跟住落嚟，儀器發出嘅高強度超聲波會喺腫瘤內部產生極微細嘅氣泡雲。當氣泡瞬間快速膨脹同爆破時，產生嘅機械力量會喺細胞層面將癌細胞徹底擊碎，變成液體，最後身體就會慢慢將佢吸收同排出體外。因為無需任何外科切口、冇輻射、冇刺針，病人經歷嘅痛楚非常輕微，副作用亦較少。最重要係無創特性令住院時間大大縮短。一般喺治療後嘅第2日已經可以安排出院㗎啦。多謝 Joey。
相信頭先嘅介紹咧已經好好咁解答咗阿健對治療方案嘅疑慮。不過完成治療之後，阿健嘅抗癌旅程仲未完結㗎。港怡醫院嘅團隊會為佢安排連串嘅覆診，包括肝功能測試啦，同埋照 CT 或者 MRI 嘅掃描，密切跟進病人嘅情況。經歷完治療咧，身體難免會有啲比較虛弱嘅，需要好好咁調理。為咗令阿健可以真正嘅全面康復，港怡醫院非常提倡中醫嘅調理。至於中醫具體點樣幫到手，我哋再請 Joey 同大家詳細講解。西醫用尖端科技精準擊退癌細胞，而我哋港怡醫院嘅中醫門診就扮演固本培元嘅重要角色。註冊中醫師會根據病人嘅獨特體質進行詳細評估，透過處方中藥、針灸、飲食技巧、自我保健等傳統療法，幫助好似阿健呢類癌症病人舒緩各種治療可能帶嚟嘅疲倦、胃口差等副作用。中醫講求健脾化濕、疏肝理氣，從根本提升病人自身嘅免疫力，令佢哋有更強嘅體質去重拾正常生活，大大提升整體嘅生活質素。透過今日阿健嘅抗癌旅程，相信大家對肝癌以及最新嘅組織碎化技術同術後中醫嘅調理都有更深入嘅認識。隨着醫學嘅進步，令到原本嘅癌症治療變得越嚟越唔可怕。由精準嘅無創超聲波技術，去到調整身體嘅調理，港怡醫院為病人築起一個堅實而健康嘅防線。不過，無論科技幾發達，最重要嘅都係大家要好好愛惜自己身體，保持良好嘅生活習慣，定時進行健康檢查。周大福人壽會繼續致力為大家搜羅最新嘅健康資訊，做你哋健康路上嘅同行者。今集嘅醫療專題嘅知識分享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將呢條影片分享俾身邊關心嘅親友。我哋下次再見啦，大家保重身體，拜拜。